大家久等了，不好意思。哦，大変お待たせいたしま、大変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ね。今仔日您大家拢住海边，你们今天大家都住海边，有没有？啊，我的天哪！处暑又来到了我们1年1度的冲绳民谣的这个歌回季了吼，时间过得好快哦，谢谢大家，感谢。来，我这个啊，我早上其实又有一些那个工作讯息，然后又卡在那边，然后好死不死我又真的是很蠢哎，就是那个，这是我的荧幕啦。就明明没事情了，然后我自己就对又碰掉了，对，不好意思，对我真的很抱歉。然后还有就是冲绳民谣歌回的部分哈，因为其实有一些歌我不会常常在歌回里面 Q 出来唱，对我就想说这样比较有那种1年1度的那种仪式感，所以我有几首歌都会特别就是就收着，真的是1年唱1年可能就真的唱1、2次啦，对。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呢，结果呢，有些地方忘了怎么唱。应该说这首歌就是很有名嘛，因为像冲绳民谣，不管是三线之花，或者是岛人的宝藏什么之类的，这些基本上如果是以冲绳当地或者是我们外国人而言，基本上也都朗朗上口。可是就是有一些咬字跟一些发音，然后我就想说，对哦，忘れちゃった，すっかり忘れちゃった，对，想唱嘛，想说复习一下这样子。谢谢你们感谢来到我们这个非常炙热的海边吼，恁今仔日都住海边，全部都住海边，我们一起共享今天处暑时节的冲绳民谣歌回吧。首先你们可以帮我听一下我的声音跟我们目前这个白噪音的 balance 还可以吗？需不需要调大调小声？因为待会我们还有伴奏会进入，所以我想说待会伴奏应该是要稍微的把白噪音盖过去一些，这样的 balance 是会比较完美的哈。对，我们还有风铃声哦，我们还有风铃声哦，大海边风铃声。我每次的冲绳民谣歌回基本上已经变成这个是固定班底了哈，在海边吹风，然后还有风铃的声音这样子。如果说哪一些声音特别的明显，我们需要调小的，随时可以跟我说哈，这边随时可以帮大家再做一个调整这样子。目前这个风铃声有稍微再小一些了，谢谢你们大家。OK， 今天1点半才开始哈，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对，通常其实大概12点半或1点差不多就会开了，加上伴奏就不确定了嘛。好，没有关系，该去买饭来吃了，不知道吃什么。好 ，OK， 待会伴奏加进去，我们可以再来听看看，没有关系，好不好？对，然后但是今天冲绳民谣我觉得刚好啦，就是除了要复习的时间之外，其实我们冲绳民谣其实大概我想一下，大概7、8首吧。对，所以其实今天的歌回应该是还蛮迅速就会结束。对，但之后再思考一下要加上什么样的歌，好不好？大家午安，欢迎来到我们冲绳民谣歌回1年1度的处暑。处暑是我们24节气的其中一个节气，也就是今天今仔日处暑，代表说最热也到今天而已了啦但是基本上你要说明天突然就变天，或者明天突然就吹北风之类的，不可能，那不可能好不好？至少要到中秋节之后，但听说不会再热上去了。不过还是注意早晚温差，好不好？大家安，也谢谢大家在原创曲公开之后，然后我也收到了很多的反馈，然后这些反馈我都可以的话，都会及时的快点过去看，然后就是看有什么就是必须要快点及时回复的就快点回复这样子。对，然后也谢谢大家，就是对于这次的原创曲就是非常好评呐我自己真的很感动，超感动的。然后也很感谢，就是 Street Boys 街声那边的小编有推广有帮助这边推广。然后目前排行榜的部分，你们可以动手指点你们置顶连结的 Street Boys 的这个应该是排行榜的连结。我是放排行榜的连结吗？我忘记了。对不起，我放的不是排行榜连结，但没关系啊，反正不管是听歌或者按爱心或者是多帮我循环几次之类的，不都多帮助推广出去，相信对排行榜都是有
帮助的。那目前我们在探索这个排行榜是位居冠军哈，目前还是位居冠军。总榜的部分目前位居第4名，好，总榜部分目前位居第4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那也希望再跟大家一起冲，然后看有没有机会截看看总榜的冠军，这样子好不好？谢谢你们大家，谢谢，他老应该不止7、8首，我说冲绳民谣可能就7、8首，可是我们搞不好可以加其他的歌曲，对不对？これがちかちゃん、メイソレ来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メイソレ。这个ちかちゃん一定知道，我们冲绳的招呼语，メイソレ。大家安安，谢谢你们。对，就是楚楚民谣，楚楚的冲绳民谣歌会，基本上已经是我们在应该是猪猪踏入 B 圈之后的第3次了吧？对，真的很开心，超级开心哦！真的是今年都是第3次了，所以我就觉得照着节气去走，我自己还蛮喜欢这种感觉的。除非这个节气好死不死是在礼拜6或礼拜日哈，就没有办法开。对，然后刚好就是连续3年的处暑的这个节气都在平常日，对，就很开心可以就是好好的陪伴大家这样子。对，然后处暑已经变成我们就是冲绳民谣的固定班底了吗？希望接下来只要碰到处暑的这个节气，都可以唱冲绳民谣给大家听啦，好不好？配合着海边的声音以及这个风铃的铃铛声，恁今仔日全部拢住海边，好不？住海边，你们全部都住海边。冲绳帮刚刚看到预告就立刻决定要看了啦，谢谢这个奖，我有看到，就是非常执着的那个脸，我要看，这样子就我一定要来看。绝对要来看的，好可爱，超级可爱，谢谢你们，ありがとう。好，那么我先一一跟大家打个招呼。这个被挡住了，等一下。好，首先是他娃娃，然后这位被我一直很在意这位被接生推荐过来的朋友，我应该怎么称呼他？你们等我一下，我要查一下这个发音好了，不然每次都说接生推荐过来的朋友这样子，他的名字很冗长。我看一下ちょっと待って，8月吗？好，你就叫他8月，好，没有问题。我英文真的很烂，我想8月怎么发音啊 August。8月さんありがとう。8月さんありがとう。我放弃了，我直接8月さんいいですか？我可以这样用日文发音。好吧，8月先生还是小姐，对，都好，都 OK。我一开始想说这个图到底是先生还是小姐，那不管，我们就先称为先生吧。然后猫薄荷伊拉塞，然后阿印师，然后长官雅晨，雅晨记得收私讯哦，记得收尊爵不凡的私讯哦。然后还有。吉卡酱，谢谢你过来，谢谢。OK， 吉卡酱的话，他本身是冲绳的人鱼，非常的性感可爱，且歌声也非常的好听，欢迎大家订阅起来，而且是我们我们伊拉旗下的一期生。我们介绍伊拉旗下一期生应该是没有毛病了哈，伊拉旗下一期生一定要支持起来的，真的是可爱然后又有实力的，好不好？大家支持起来谢谢，也谢谢吉卡酱这2天都有过来，好不好？谢谢。然后我继续跟大家打招呼哈，然后新秀2伊拉塞，然后是我们的玉文吗？玉文，我看到你了，谢谢谢谢，我有看到我的好姐妹玉文也有去我们原创曲下面就是留言代表支持，谢谢阿仁伊拉塞，然后我往下刷，我看一下，这2天也是陆续有就是在那个 YT 底下，就是我们原创曲 YT 底下留下你们的反馈的。真的很感谢，其中有几则我看了也真的很想飙泪能够做这个原创曲真是太好了，对，好，然后孟昌，谢谢你过来还有达利亚，谢谢你过来，阿恰伊拉塞，阿恰今天送货吗？然后财鼠昨天也留下了很多的反馈谢谢，然後謝謝，以為遲到了嗎？沒事，是我遲到了。遅刻してごめんなさい。大変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本当に申し訳ない，真的不好意思。云天いらっしゃい，然后鬼之游魂いらっしゃい，ゆめちゃんいらっしゃい，然后雪灵贝いらっしゃい，然后モテもいらっしゃい。今天
然后元朗伊拉塞，还有我看看歌舞下人，啥人毋捌做面目，若是甘愿看破，较疼的心也会麻痹啊，无情人。好了，我今天不是要唱台语歌，伊莎兰绿伊拉塞，库洛洛伊拉塞，然后库里个他可以讲，他可以上，好，他可以上，谢谢你过来哈。然后还有潜水白熊，哎，桂花先生又来了，谢谢。牛妈阿格斯特吗？我可以叫哈基嘎兹就可以了吗？我叫八月先生。阿格斯特也很难记耶，牛妈可以叫我他哇，你像是对你像被人家称为兔先生这样，中二一点可以去什么奥古斯都哇靠中。你们信不信这个中二的东西搞不好我记得起来，好不好？像之前有位阿尔托斯，真的他妈爆干难记，我去记起来他了，因为很中二，好不好？但我追不到聊天室了，等我一下。八月英文真的不好，没有是我的锅，因为我英文太烂了，我的英文的那个等级大概比幼稚园小孩子还要烂，好不好？自然伊拉塞。先生可以吗？好，还是你想被叫小姐？可以的。如果你想被叫小姐，一定要跟我说，好不好？看我的眼神，看我这个真挚的眼神。你想叫八月小姐也是可以的好，我们看下一位。好，沙伊拉塞，说了吗？好，雅晨也谢谢你啦。然后我们的高阶会员福利呢，除了我们尊爵不凡的暴雷以及原创曲原档之外，任何的影片还有布拉布拉都会再为您一一献上。好，请静待这个校长今天撞钟的朱迪卡一一私讯您各位尊爵不凡的讯息，好不好？哥的，我们私讯就是尊爵不凡，好不好？对，本频道的高阶会员就是对必须接我私讯。对，我会很烦的，一直吵你们。对，因为这个就代表尊爵不凡，好不好？尊爵不凡的私讯。然后，黑夜伊拉萨，谢谢你们。然后还有看一下，听到去睡觉了，没有关系。云天欢迎挂台。然后姑妈讲伊拉萨，不是人，你只是路过的，你只是路过的斯文版。刘妈。那个今天的风格是这样子吗？今天的风格是这样吗？刘妈，登伊拉斯海，你今天也要重训吗？对，绝对记不起来，我还是记8月好了。但是他改中二名可以不要吗？什么被骚扰好舒服？对啊，尊爵不凡。小八也可以啊，不要啊，小八好像叫狗狗。今天是有氧嘛 ？OK， 今天不是无氧，是有氧哈。好啦 ，OK， 运动动起来吼 ，OK。要是现在刚好没办法运动，甚至在上班、上课、开会、写功课或者是吃饭的朋友，都欢迎过瓦台。也谢谢来到我们冲绳民谣歌会，咱今仔日要来唱冲绳民谣的歌啊。来，第一首歌，就在我们的左手边，阮的倒手边。恁随看随知影吼，海の声，行きましょう。我设定一下哦。我这些歌其实真的大部分还蛮多都是冲绳民谣限定的，所以就搞得我就是很多东西要复习一下，因为忘得还蛮快的。海の声，又不会汪汪叫，什么煞气？大家都在取中二名，你们乖，你们乖，取中二名我记不起来啊。该多那些我记得我之前也像是用女 key 的。好，我先稍微调整一下我们的伴奏。我先唱一段哦。空の声が聞きたくて風の声に耳すませ
海の声が知りたくて君の声を探してる。ベレンスいいのかな？平衡还可以吗？会えないそう思うほどに間が大きくなってゆく。川のつぶやき山のささやき君の声のように感じるんだ。目を閉じれば聞こえてくる君のゴロゴロした笑い声。声に出せば届きそうで今日も歌ってる。海の声に乗せて空の声が聞きたくて風の声に耳すませ。海の声が知りたくて君の声を探してる。哦，我好怀念哦，因为当时在练这首歌的时候是日本有一个电信公司叫 AU，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AU？ 他们一系列的那个浦岛太郎啊、乙姬公主啊、桃太郎啊，然后还有那个反正いろいろね，他们的神话童话的一些人物嘛的那些广告超有趣的。たとえ僕がおじいさんになってもここで歌ってる君だけを思って海の声よ風の声よ空の声よ太陽の声よ川の声よ山の声よ僕の声を乗せてゆけ。届くといいね。その海の声届くといいね。好哦，越穿好好 OK。 广告是很有趣啊，其他服务没这么好是不是？实际的使用者的反馈，好，真心反馈。吉卡酱，谢谢你，我有看到吉卡酱想家了。吉卡酱，你要游回去吗？吉卡酱，你要游回去你们家冲绳了吗？吉卡酱，要不然你听完再游回去啦，好不好？吉卡酱，你带我游回去好不好？我也要去玩，我可以去吉卡酱玩吗？我要去冲绳。大家我唱完我就要跟吉卡酱一起游回冲绳了，谢谢。但是我不会游泳，吉卡酱你刚刚带我游一下。好了，我会游泳啦，但没有办法像吉卡酱这么会游啦，人家是人鱼呢。你今天要听完吗？谢谢你愿意挂听，但是中途如果真的要忙碌什么的，真的没有关系，好不好？大家放松，大家就是方便就好。哦，谢谢你们。Propo 水開だ。完璧。はい、海の声でした。ご清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それでは次の曲いきましょうね。早速だけど。哦，我真的好喜欢这个夏天，海边，风铃声，真正是住海边，真正关注济。台湾话有一句话，住海边哦，那关注济。你们应该有听过哈，不知道有没有人就是不了解这个意思。你住海边哦，管很多，住海边关注济。彩彩来了，可以帮你擦。小心我用芋头塞爆你！我跟你讲，那个谁彩彩在欺负我，你们快点用芋头塞爆，快芋头塞爆他！
哎，哈哈，老师伊拉塞，谢谢来冲绳民谣歌会 ，Big Seven 伊拉塞，谢谢你们。要游回去是要带着那个游泳圈吗？我可能游到一半就很累了吧。我虽然说真的会游泳啦，好不好？我是海猪，可是我没有办法像这个讲是人鱼，有办法在海中就是呼吸吐气。江立德伊拉塞，原创区很好听吗？谢谢谢谢，原来我出现的原创区了，是不是？谢谢。听多了吗？嘿，一段海边哦。关键你要贼哦，好，八月先生常被这样讲，是不是？在这里拉塞，感谢你们群聚在本频道，谢谢大家。谢谢薄荷，你看薄荷伸张正义了，这个就叫正义啊，正义啊，你各位。然后下一首歌我看一下，下一首歌我安排拿到搜搜是不是？好 ，OK， 那就拿到搜搜。我其实不晓得我下一首歌安排什么，因为我就是匆匆忙忙把我的冲绳民谣的歌单复制贴上，然后我根本不晓得顺序，反正弄到什么就唱什么吧，就这样子。每到夏天你要去海边，去海边，海边有个漂亮，漂亮什么？咿呀嗦嗦，漂亮，咿呀嗦嗦。今天需要大家咿呀撒撒支援一下哈，咿呀撒撒。待会我再贴咿呀撒撒给大家复制贴上，或者你们有自备咿呀撒撒也可以哈，跟去年一样哈。先来暖一下，暖一下。那他说我说，古いアルバムめくり、ありがとうってつぶやいた。いつもいつも胸の中励ましてくれる人よ。晴れ渡る日も雨の日も浮かぶあの笑顔、思い出遠く焦っても面影探して読み合える日はなたそうそう。一番星に祈る、それが私の癖になり、夕暮れに見上げる空、ここ等一下ちょっと待って、なんで急にごめんなさい。等一下，保险公司的阿姨打给我，等一下，我先禁掉好啊，等下。ごめんなさい，急に電話が来ました。等一下啦，等一下，不行，我先关掉好了。因为我最近比较忙，所以我想说把赖的通知先打开，我怕说临时有什么事情。但是那个保险公司阿姨打来，总觉得应该是跟我推广一些什么保险。等一下，对不起啊，我需要给哪我想唱个拿到搜索也不行吗？我需要给哪？对不起，我的锅。前一刻还在海边，突然要面对现实。我们回来。没有，你们在海边一样可以接电话。不好意思，但是我的手机，对不起，我们保险公司的阿姨打来了。对，不晓得到底要我签什么，但不用担心，他可能只是想对我帮我推广一下，就是对不错的保险之类的。好啦，ごめんなさい。やり直してもいいですか？やり直しますね。我们再一次。工作到一半以为老板找上门。好啦，今天不宜开赖通知，我还是关掉好了。都去海边玩吗？保险阿姨还是追上来。阿姨可以不要就是这么会挑处暑的时节，对不对？要不然，其实我想说今天开着，想说担心随时有什么通知的，因为今天就是早上师傅来装电视，然后下午其实很像那个有一些那个师傅要来看我们家另外的东西，就好忙哦。不好意思，打扰各位了，我们再一次。阿姨要去海边，阿姨你自己来啦。
我惊到要死哦，踹一条啊！那是电话，我这样就是嘞。やり直します。我们再一次，我们再一次，沉着冷静的。啊，我们回归到海边了，我们回来了，好不好？我们在海边一样可以接电话，好不好？对。我觉得我要被抽了啊！只能说，那位粉丝真的还蛮会画的，古いアルバムめくり、ありがとうってつぶやいた。いつもいつも胸の中励ましてくれる人よ。晴れ渡る日も雨の日も浮かぶあの笑顔、思い出遠く汗でも面影探して表見合える日はなさそうそう。不准掉。一番星に祈る、それが私の癖になり、夕暮れに見上げる空、心いっぱいあなた探す。悲しみにも喜びにも思うあの笑顔、あなたの場所から私が見えたら、きっといつか会えると信じ生きてゆく。没事的，绝对不会再想一次了。我已经关掉通知了，再想一次我就猪好吗？再想一次我就真的是猪。大家好，我是猪，我美得跟猪一样，我每天都美得跟猪一样，好吗？我本来就是猪。我也很想去冲绳吃猪猪肉哎，冲绳的猪猪好好吃，好好吃。晴れ渡る日も雨の日も浮かぶあの笑顔、思い出遠く汗でも寂しくて恋しくて君への思いならそうそう、会いたくて会いたくて君への思いならそうそう。想说怎么一进来听歌就有人找你？好啦好啦，我乖乖关掉了，还以为是偷低台被老板找上，聊天室以为自己电话响的加一，我很抱歉。我们重新唱，刚刚唱到哪里应该已经忘了，但是应该是进第二段的时候，副歌以前这样。谢谢大家。是竹节虫，其实你也是猪吗？啊，生肖是猪是不是？生肖是猪，我身边生肖是猪的人很像
就只有1、2位长辈，对，就1、2位长辈这样。我确定机敏概念了，没有错。左右先。好了，我很抱歉，让你们找手机了哈。好了，我的锅。好啦，讲到冲绳民谣，一定要有的拿大寿寿，好，献给大家。我们下一首歌，猪猪安排了什么呢？我也不知道。わらび紙が行きましょう。OK， 我这次的歌单也是盲抽哈，盲抽，按到什么就唱什么吧。金敏概不要单挑回来，金敏概念是本频道的宗旨啊。有さけんちゃんいらっしゃい，在测试吗？そう、わらび紙。同时，吉卡酱好像很喜欢这首歌，因为上次我去吉卡酱的歌会的时候，吉卡酱也有讲到说想要唱看，好像想要一起唱这首歌，对不对？有啦，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而且我真的很难得可以遇到可以一起唱冲绳民谣的比鹏鹏，好珍贵，你知道吗？这个讲是一条很珍贵的人鱼，超珍贵。我真的到目前为止就没有一位比鹏鹏敢跟我揪说，我们来唱冲绳民谣，没有。所以我真的好开心，这个讲真的，我们当地冲绳的人鱼可以跟我一起共享盛举。不知道会不会你的主题歌吗？你觉得不会有吗？下一首赖的铃声，还是 ASG 的电话声？哇，你是说你的那首啊？大家都知道那首啊？因为刚刚猪猪好像都没有看到嘛。不好意思，因为我在歌回的时候，有时候会没有看到聊天室，很正常。对，但是你放心，歌们都知道你出现了，好不好？有啥跟张，好不好？拿芋头吗？对啊，慈小才超香的好不好？他是各位老公的百搭好不好？这个讲来自对啊，他是冲绳的人语哦，重新定义了知名概念的意思。不是把你的棚收掉，知名概念就是精明干练，知道吗？何时要去冲绳吗？明年可能去一趟吗？乌拉雅那西，我不知道我何时有机会去冲绳。我说真的，我其实没有去过。如果真的有機会的话，一度行ってみたいね。一度行ってみたい。好，我们来准备一下わらび紙童神。童神的伴奏其实还蛮多版本的，但是我目前最喜欢的，我看一下那个版本还在不在？就是这个版本。Prabo。你们如果要调整可能白噪音或者是伴奏声音，跟我讲一下吼。わらび紙歌いたいと思います。どうぞお聴きください。天からの恵み浮きてこの星に生まれたく我が子祈り込め育ていらよへいらよへいらよ悲しい海なしは泣くなよやへいよへいよ板の光受けてゆいりよやへいよへいよ健やかに育て西卡讲，我们下次一起唱，我们下次一起哭。这首歌是童谣哦，哄小孩子睡觉，一首很棒的歌。暑い夏の日は涼風を送り寒き冬暮れは
泣くなよ焼けよけよ月の光は浴びて夕日によやへよけよ健やかに眠れ嵐吹きすさむ渡るこの浮世母の祈り込め永遠の花咲かそういらよへいらよいらよ悲しい海なしは泣くなよやへよけよ天の光浮きて夕日によやへよけよ天高く育て哦，欢迎降落，塔塔你来了，谢谢塔塔的降落。我刚刚看了一下那个，想说，野狐们应该是塔塔，结果塔塔就出现了。感谢你的降落，就离开冰岛，我今麦咧唱冲绳民谣的歌会，阿里嘎多，感恩感谢多啦，谢谢塔塔的降落，感谢野狐们，感谢你们，有我们今天冲绳民谣有你们的加入 ，Bravo， 水开啦 ，come back， 你们听得懂水开吗？野狐们，水开是啥意思？水开啦，我最近好爱讲这句话，我水开啦。因为猪猪在8月20号首播了原创曲啊，很感谢，就是迎来了很多在原创曲下面的反馈，对我一则一则看过，然后非常的感动。然后当然因为这次的原创曲，就可能有在学习台文或者喜欢台文文化的朋友都纷纷过来留言，然后他们都会留下台文的一些就是反馈给我，然后其中一个反馈的是水开啦。他们是用台文正字或者是台罗，就是拼给我，就觉得就觉得好棒哦，超本土的，超赞的，对啦，水开啦！你要说松快吗？跟松快有淡薄仔无同款，爽快的就是爽啦，今麦心情就爽哎，不过水开听讲是啥物 come back， 比较像这个事情很完美，太完美了，这太令人振奋的那种感觉。不过我觉得跟爽快感觉很像一点点像，可是感觉又不是同一个感觉，感觉不是同一个那种氛围啦。谢谢你们的降落。对啦，好爽哦，好爽！我又好像又是另外一个，反正就是对激赏赞赏，我就看那个水开啦3个字我就笑出来。好啦，谢谢你们。那原创曲这次是首支台语原创曲吼，然后如果还没有听过的朋友，欢迎动动你们的手指，可以到猪猪的看说要在哪里听，因为到处都听得到了，嘿，很忙吼，你们到处都听得到，因为在8月20号已经在各大的串流平台正式发行后，真的是发行，所以在本频道基本上你在频道的点下去的最上方其实一定看得到。那如果说在 Street Voice 的话，也就是说在我目前置顶的连结，你也可以点进去听，然后反正就是布拉布拉各种平台都听得到，对。然后不生气的话 ，Street Voice 目前在探索排行榜是位居冠军，好，谢谢大家的支持。那总榜的部分目前是位居，应该还是第4名吧。对，欢迎大家帮猪猪冲，有机会冲上冠军，我们可以截图一下，做一个里程碑，这样好不好？阿萨里的话好像又是不一样嘞，又是不一样的一个感觉。谢谢野狐们，感谢你们。出国时内心就会
大喊送啦！观看已经3500，谢谢，感谢，让我们一起把观看再冲上去。然后不生气的话，猪猪很期待你们听完的反馈，都可以一一留言给我，我都会看。好，然后跟你们按赞跟爱心之类的。如果来不及回复的话，至少按赞爱心，代表我有看过了，这样子好不好？啊，我想不到是好久不见吗？谢谢，感谢各位野狐们，谢谢你们，也谢谢塔塔，记得吃饭哈，感谢你们的降落哦。好，刚刚那首是冲绳民谣，同时也是童谣吗？这首歌基本上瓦拉比嘎米很像是守护小朋友的生命吧。对，所以基本上这首歌我每次唱都觉得好温馨哦，小宝宝们，你们还喜欢刚刚那首歌吗？如果不喜欢的话，你们全部都是小受哦。我相信你们都会很喜欢啦，除非你们不想当，对，好了，我喝个水。真是好爽，看过哦？真的吗？的后面会比一个赞，好 OK。对啊，你们一下是爸爸，一下是宝宝，就是小受，对你们好忙哦。不用麻烦了。好啦，谢谢你们。OK， わらびかみでした。谢谢你们哦。次の曲は何なんでしょう？何なんでしょう？緊張するわ。四万中の宝なんとこの曲がまさかやばい四万中の宝这首在冲绳民谣非常的有名，非常的非常的唱烂就完蛋啦，绝对翻车啊！来，我需要咿呀莎莎支援一下，咿呀莎莎，咿呀。咿呀莎莎，咿呀莎莎，哦呀，咿呀莎莎，咿呀莎莎，啊，嘟又是嘟，来，我复制给你们，因为毕竟听那个音韵，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会不太知道说那个到底是それは何なんでしょう。对呢，咿呀莎莎，哎呀，我忘记给你们贴图了，但是你们随便可以把贴图附加上去。这首歌应该说之后的歌啦，都非常适合刷咿呀莎莎哈。四万中の宝，我不知道会不会翻车翻车的话就不行。四万中の宝不能翻车，只有冲绳人要去 KTV， 是不是？这个奖，我只能说这首歌我真的是献给冲绳民谣，一年只会唱个1-2次，所以我不知道会不会翻车，因为我真的上次唱搞不好已经半年以前了。Oh my god， 我尽量好不好？这首歌太有名了。冲绳有一个我很喜欢的非常资深的民乐团叫 Begin。这个吉卡奖一定也知道。他们生出了很多很棒的冲绳歌曲这首歌也是其中一首。四万中の宝，いらっしゃい，谢谢你们大家。只求赖不响吗？不会的 ，OK 的，好不好？OK， 这个奖你可以点看看，或者说你那边有什么觉得说，我这边没有的歌单，你就丢给我，因为我自己也想增加一下我的冲绳歌单，这样子。我的天哪，这首歌不会，太好了，这个奖我复制起来，这首我就可以变成待练歌单。我先丢在我的 DC 好了变成我的待练歌单。这个奖你那边如果有什么冲绳的那个什么歌单，请务必丢给我，谢谢。我最近刚好想说我要增加一下我的冲绳歌单了，该加了。虽然说我没什么时间练歌，可是我觉得该加了。谢谢吉卡奖的推荐哦，对，直接进入待练歌单好不好？对，该增加了。好，我们丢 DC 之后，我们来吧。导人的宝藏伴奏声会不会太大声？还可以吗？いかがでしょう？
僕が生まれたこの島の空を僕はどれくらい知ってるんだろう。輝く星も流れる雲も名前を聞かれてもわからない。でも誰よりも知っている。悲しい時も嬉しい時も何度も見上げていたこの空を。いやさ教科書に書いてあることだけじゃわからない大切なものがきっとここにあるはずさ。それが島んちぬ宝。い呀撒撒，完璧 ，Purple 碎溃了，继续刷下去，各位很棒，很棒哦，真是太棒了，我的骄傲们，好不好？我的面线们，好不好？僕が生まれたこの島の海を僕はどれくらい知ってるんだろう。汚れてくサンゴも減ってゆく魚もどうしたらいいのかわからない。でも誰よりも知っている。砂にまみれて波に揺られて少しずつ変わってゆくこの海を。いやさテレビでは映せないラジオでも泣かせない大切なものがきっとここにあるはずさ。それが島んちぬ宝。太棒了，各位，继续刷。其实冲绳民谣现场超嗨的哦，现场大家一起咿呀撒撒哈咿呀哈呀咿呀撒撒哦，真的感觉很棒。但是我们在线上也可以嗨一下啦哈，用文字的方式。僕が生まれたこの島の歌を僕はどれくらい知ってるんだろう。トゥバラマも電サ節も言葉の意味さえわからない。でも誰よりも知っている。祝いの夜も祭りの朝もどこからか聞こえてゆくこの歌を。いやさいつの日がこの島を離れてくその日まで大切をもっと深く知っていた。それが島んちぬ宝。それが島んちぬ宝。それが島んちぬ宝。可以呀、你们直接在办公室喊起来，如果不会被主管记警告之类的话，我倒是很欢迎。咿呀撒撒，这些歌啊，在离乡背景的冲绳的大家，其实听到都会非常的想家。下川的演唱会，台湾人在现场。哦，
我其实有去，我那场是去的是台南场，下川里美耶，真的好厉害啊！我觉得就是对他的声音真的也是宝藏啊，对。然后台湾人的话害羞哦，我倒觉得我们那场其实大家都还蛮嗨的，第二天好性感吗？你们难得看到我，就是我有擦防晒油，不用担心，对，不用担心我晒成黑猪，我把我的披肩拿掉了，对，难得拿掉，基本上我还蛮重防晒的，对，所以基本上皮肤算比较白，对，然后但是之前有一次就去清境农场，因为我太小看清境农场了，我想说，哎呀好凉哦，还需要防晒吗？因为那天其实看起来大概就像你们看到的这样的艳阳，可是才16度，然后我就觉得说，好了，我跟你们讲，其实我有带长袖外套，然后16度穿长袖外套根本就是刚刚好嘛，而且是现在这个夏天的季节啊，我是7月去的，上山才16度，超爽，就是阳光很大，但是很凉爽。然后我就想说，好啦，直接就是跟你们说，就是爱漂亮，因为我那天就是因为就爱漂亮，因为我其实有带了另外一件短袖外套，我就觉得说，我想穿这件短袖外套跟绵羊拍照一定很美的。然后我就把我那件长袖外套舍弃了，我就穿了短袖外套。结果呢，开车回去的过程中，我发现不对劲了，我发现我的手背居然在烧热感，它有烧热感，一旦有烧热感就代表是什么？真的是晒到灼伤了，对，而且是手背左边右边2块，很平均的哦，对，然后之后我就感受到什么叫做猪肉脱皮的快感了，真的是整整大概1-2个礼拜都在脱皮吧。脱了1-2个礼拜的皮，真的是2手晒成黑猪肉哎，真的晒成黑猪肉，就很像你们去吃那个脆皮烧肉嘛，那个我的皮啊，就是对，真的有，感觉还不错。看那个太阳，不擦防晒的话，可能几小时就黑。没有，我就觉得说啊，还好，我应该不会待太久吧，才1个小时，还好啦。对呀，对，然后就好，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去仙境农场，不管那个天气几度，只要看到艳阳，还是好好穿上外套或者是阳伞哈，或者是好好擦防晒乳哈。啊，仙境农场太阳真的很可怕，上次就是直接是不是？对对，就是觉得说我才去一下下，我还好，我只是想去摸个绵羊跟他们玩，对，殊不知就对黑回来，就整个黑回来，真的，但没事，我现在已经从黑猪肉又白回来白猪肉了，好不好？代表可以吃，对，可以吃了，烤熟了。对，之前的是那个大学报道也是那种手背超痛。对呀，我其实这辈子没有这样子被晒得这么痛过哎。你看看我，就是一直以来秉持的就是爱漂亮，然后穿长袖跟防晒，对，但是居然败在就是好，也是败在爱漂亮，好不好？成败都是为了爱漂亮。唉，成败都是为了爱漂亮。好，谢谢大家。爱好きの曲は三振の花でございます。来，这个也是岛人们啊，岛人们一定知道的一首非常有名的歌曲啊。三振の花，太阳普照吗？我们大高雄工业国南台湾太阳普照，好不好？从韩国回来的时候脱皮2个礼拜，我的天哪！男生也是要懂得防晒啦，不然脱皮真的不舒服。谢谢张乐，是才科吗？是我们可爱的才可来了，我们可爱的彩彩来了，我们吃彩彩 baby 彩彩，这只是可爱的彩彩，这只是可爱的彩彩，要摸摸要抱抱的，好不好？对，跟我们家那只要塞芋头的彩彩不一样哦，好不好？谢谢才可的降落，谢谢你们。我们家的坏彩彩出来恭迎我们另外一位可爱的才可了，对，欢迎降落，欢迎降落。才可你吃饱了没有？谢谢来听冲绳民谣歌回，谢谢你们，真的是1年1度。对，所以我很多首歌是在开台前快点恶补，很多首歌有点忘记怎么唱，然后又觉得哇靠，这些歌在岛人的眼中是非常经典的歌曲，不能翻车。所以谢谢哇，才哥来了，阿里嘎多，谢谢，还没吃饭吗？阿里给你假崩。这个记得去吃饭，谢谢你们的降落，开台辛苦了，好不好？记得不要太累，谢谢你们，谢谢才可带领着他们的伙伴。那么我们紧接着下一首歌。也是在冲绳当地非常有名的3线之花，
我不服气，我也很可爱嘛。彩彩你也很可爱，我没有说你不可爱。对，特别是在老公的老公眼中超可爱的，好不好？特别是在那个塞芋头的。好，当我没讲，没事，什么都没有。我们来唱歌吧，我们来唱歌吧。さつまいもめちゃくちゃ美味しいぞ。さつまいも美味しい。めちゃくちゃ美味しい。美味しいだよ。さつまいも。めちゃくちゃうめえ，うめえじゃないか，やばいね。直播加油，谢谢谢谢。哦，感谢帮忙按赞，谢谢，感谢才哥的宣传，谢谢。はい、行きましょう。いつしか忘れられたお家の形見の三振床の間で誕生祝いの島酒にもたれて誇りを指で撫でて緩んだ糸を巻けば退屈でたまらなかった島唄が響いた鮮やかによみがえるあなたと過ごした日々は柔らかな愛しさでこの胸を突き破り咲いたのは三振の花テレビの斜め向かいのあなたがいた場所に座ればアルミの窓から夕月が昇る家族を眺めながら飲む酒はどんな味眠りにつく前の歌は誰の歌喜びも悲しみもいつの日が歌えるならこの島の土の中秋に泣き冬に耐え春に咲く三振の花啊咿呀手手刷起来この空もあの海もいつか我是唱到断了未来この島に暖かな冬隣雨を呼び咲いたのは三振の花秋に泣き冬に耐え春に咲く三振の花
手，咿呀撒撒。NC 撒撒是啥货？其实我在学这些冲绳民谣歌回的这些歌曲，其实基本上是我之前，就观众都知道啦，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有考上1年的交换学生，然后我到日本去，然后当地有1、2位是冲绳当地的同学，然后他们就把这些曲目就是介绍给我之类的。因为可能知道我唱歌很油啦，哈，知道我唱歌很油。然后因为特别其中有一位的女生，她的声音也让我觉得很惊艳，所以我在日本那边常常会有时候会跟她有一起在当地在活动中心会有一些冲绳民谣的表演。对，那这些唱腔其实我都是学这些，就是说不管是影片啊，还是说那位日本的同学，他叫做 Naki 酱。对，他现在已经嫁为人妻了，对我现在也很想念他。然后他也跟我讲说，其实叫我也不用特别去学什么，因为他说反正每个人唱的东西本来就是不一样，对。然后我想怎么唱就怎么唱，就这些话一直放在我心中。只要他就因为身为冲绳的当地人，他就跟我讲说，你身为台湾人，你肯唱我们的歌，我就很开心了。这样，我就当下我就觉得好感动哦，真的是他们的东西。然后。现在在我们台湾人这边传唱，是否日本人也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呢？咿呀手手，对啊。然后因为想要开冲绳民谣歌会，然后我也担心说不知道气氛对不对，不晓得我唱的那些东西对不对。因为像吉卡讲一定知道，冲绳他们当地有 Hokkien， 他们当地有 Okinawa 边，有他们的方言，我根本听不懂。而且其实这些非常有名的这些歌曲。或者是刚刚我们所听到的童谣《童神》这首歌吼，对不起，我突然发现我下面的那个歌单它不会跑。总之呢，这些在冲绳流传已久的这些歌曲，他们都有他们的古语的一些歌词，但是那些古语我觉得唱起来很好听，可是我完全不晓得说它那个是什么意思，不晓得是不是跟我们现在看得懂的这些该怎么说？就是像日本人比较有办法去阅读的这些歌词，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对，所以我原本想说在开冲绳民谣的歌会的时候，我就斗胆想说，像瓦拉比嘎米刚刚的那个版本，我是不是要唱成他们古语的版本？但是我发现，不行，太难了。所以我刚刚唱的版本是一般的版本，并不是他们古语的版本。我想说。看之后，或者是有机会跟吉卡讲联动，或者是说之后真的是明年的冲绳民谣歌会的时候，看能不能进阶成他们冲绳当地的那个方言版的，对，看能不能进阶一下这样子，对啊，什么做碰碰啦，对啊，就是碰啦，注意表演的是最有的，对我就是有猪，好不好？然后。一家里八九啊，这个吉卡讲这个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这个我可能就不太了解。对，吉卡讲你会讲他们那个冲绳当地的那个方言吗？那个是什么？一多阿也吧？好棒哦！大家都是兄弟，四海皆兄弟。哇，这个句子好那个好招呼语哦。吉卡讲你在那边会用他们当地的那个。方言直接跟他们在那边沟通就对了，很像我只知道那个时候冲绳的朋友教我 mansori， 然后很像还有男生的招呼语跟女生的招呼语吧。天啊，我就觉得说好有趣哦，真的好想一起做一点比带呢，好想真的过去看看。国民纠察队常常听冲绳人拿来开玩笑，是不是？可是我过去会不会被那个，就是可能冲绳人就是想用 Okinawa 边招呼观光客，可是观光客应该也听不懂啊，不晓得他们要怎么，对啊，反正我就是很期待哪一天真的可以再过去冲绳看看这样子，对啊，谢谢三星の花でした。
我们看下一首歌。あ、いちかちゃん、いらっしゃい。今日は沖縄民謡曲の歌枠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いらっしゃい。いらっしゃい。どうぞおゆっくり聴きください。ちかちゃん。ちかちゃん，然后下面是一ちかちゃん，对，上面是ちかちゃん，下面是一ちかちゃん。一ちかちゃん是日本的一位 V ポンポン哈。いらっしゃい。いつも来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はい、次の曲は花。花。什么时候找个时间带猪猪一起去一趟？何何？はい、なんでもないです。いちかちゃんかわいい。なんでもないです。とりあえずいちかちゃんかわいい。可愛いだからね。OK。まあとりあえず次の曲は花でございますね。どうぞお聴きください。我们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在冲绳当地有名的哈。来，这个我们华人圈有一位歌手翻唱过，你们一定知道。我看一下花的伴奏好像蛮多版本的。これか。有我们找到这个非常富有纳卡西风格的哈娜，等一下这个版本好复古哦，啊，好低，我们升 key 一下吧，我看一下有没有女生的版本。我之前用的应该是这个版本才对，我之前用的应该是这个版本，应该吧？好，献给大家哈。川は流れてどこどこ行くの、人も流れてどこどこ行くの、そんな流れがつく頃には花として咲かせてあげたい、泣きなさい、笑いなさい、いつの日が花を咲かそうよ、涙流れてどこどこ行くの、愛も流れてどこどこ行くの、そんな流れをこのうちに花として迎えてあげたい、泣きなさい、笑いなさい、いつの日が花を咲かそうよ、
きなさい笑いなさいいついつまでもいついつまでも花をつかもうよ喉から CD 音源これが褒めすぎだよいちかちゃんありがとう褒めすぎだよねありがとう嬉しいでござる嬉しいございます谢谢いちかちゃん他居然说我是 CD 音源出来的褒めすぎだ谢谢いちかちゃん谢谢你谢谢谢谢わかりますかありがとう谢谢然后我刚刚看ちかちゃん的那个一家里八九的是这样吗？一家里八九でこんな感じこういう風に一家里八九です这样子吗？一家里八九的是这个样。然后他这样翻译是说一度出会えばみんな兄弟すごいね我们就是对见了一次面，大家就是兄弟了哦！见了一次面就兄弟了，行走 CD 嘛哦，别这么说，真的是对过奖了，谢谢。いちかちゃん、谢谢，すごいね。中国語を留学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すごいね，すごい。谢谢，そう谢谢，方言很像，对，就是对啊，我就觉得哇，冲绳那边的那个什么，好有趣哦，好好玩。兄弟不要，兄弟，我就知道你们要 Q 兄弟。没事的，兄弟，不要抢，我们这边很多老公的老公，好不好？不用担心，好不好？我们现在线上有180个人，我这边看是180了，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是显示怎么样。我们这边线上180个兄弟，哦，你们任挑任选。不要走，兄弟，不要关视窗。我们这边不是奇怪的什么俱乐部，好不好？他们只是老公的老公。你们都是我的骄傲，不准走，知道吗？全部都是我的骄傲，好吗？好不好？兄弟呀、就见一次面就要转身。你们在冲绳当地应该是不至于要你们转身，只是就是说啊，只要见了面就是兄弟啊，就是我的好朋友啊，这样子好不好？我们不要扭曲了我们冲绳人的热情，好不好？用心流一起，等一下，阿德那个太中二了，解读不能，不要，兄弟不准走，兄弟，没事的，兄弟，我需要你们接下来需要更多的咿呀沙沙，可以吗？更多的好，你不管什么咿呀嗦嗦、音水沙沙，吼，还是下面蛙歌拢会使，拢来沙沙一个，安尼好不？吼，所以啥蛙歌拢会使，我就是要咿呀沙沙一个，好不？我要这边再复制贴上一下吗？我管你们用3回，反正给我咿呀沙沙。我下一首非常需要咿呀沙沙支援哦。所以沙沙，你开始准时了吗？あ、そう咿呀沙沙お願いします。次の曲咿呀沙沙お願いしますね。就只是喊了咿呀。对不起，申し訳ない。我什么都没讲，一口黑，好了啦，哦，救命啊！次の曲は朝戸屋優太、朝なんだっけ、朝戸屋優太、朝戸屋優太、読みにくいね。でもこの曲はめちゃくちゃいいですよ。这首歌很赞哦，这首歌超赞的，我一定要每次冲绳民谣一定要推荐给大家。行くわよみんな。準備いいのかいみんな。ティーチタッチいやささ。
リカちゃん泣かないで、一緒に踊ろうよ、踊ろう。さあ君はの中の茨の花がさあよいよい船で帰れば屋根方に引き止めるmatahariのcinta kanu sama yo matahariのcinta kanu sama yo。そうだよ、宮下さん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やいやささちかちゃんすごいね、ウケる。さあ嬉しい恥ずかしい浮き名を立ててさあよいよい主はしなゆりやれほになるmatahariのcinta kanu sama yo matahariのcinta kanu sama yo。いやささとみきゅうちゃんありがとう。さあたくさん取るならいざよい月よさあよいよい二人で気兼ねの屋根ほについなずmatahariのcinta kanu sama yo matahariのcinta kanu sama yo。はい、続きますよ。いやささお願いします。いやささはいやはいやいやさささあ沖縄よいとこ一応はめんそれさあよいよい春夏秋冬緑の島よmatahariのcinta kanu sama yo matahariのcinta kanu sama yo。メソリありがとうみんな。みんな最高ありがとう。水亏啦，爽快啦，安尼好啦，完璧啦，破破啦。人讲是免数的，免数的，啊你讲免数的，那是啥货？没有关系，本频道除了多元成家之外，我们的语系也非常多元，好不好？也谢谢大家的咿呀莎莎，也谢谢吉卡讲，也是非常专业的当地的一些方言的一些就是打扣之类的，我超喜欢这类的打扣。对，所以我就是觉得说，其实我日本也是有很多地方想去看看，特别是因为开了冲绳民谣，我去看，例如说下川里美或者是当地的一些祭典，哦，他们在咿呀莎莎的时候多嗨啊！可恶，想去，好想跟他们一起咿呀莎莎。对啊，我只是就是模仿那个很热闹的氛围。但是谢谢你们，好热闹哦！我就喜欢这样子，非常热闹。哎呀，下班啦，到家啦，翻滚啦，翻滚吧，烧球！咿呀莎莎吧，烧球！哦，美术力达姆，为什么连美术力达姆都出现了？美术力达姆，好吧，你们是谁受伤了？美术力达姆支援一下好不好？谢谢大家。好，无时无刻都可以歪楼，不愧是你们各位。这首歌是非常非常具代表性的冲绳民谣，它其实
它原本的版本并不是这么的嗨。这个版本其实也是我看下川绫美的，很像某个表演，然后我特别喜欢这个版本，对，然后才做成我们就是每次冲绳民谣歌会使用的，大家听到的这个版本的歌曲。但其实它一开始，这个讲应该也听过，就是它一开始在可能长辈们听到的版本，应该是比较有点像念歌念词的那种。例えばさあ君はの中の虹は茨の花がさよいよい木で帰ればやでをに引き止める，就没有这么嗨。对，我那时候就是有去翻他们比较古早以前的东西，对，好厉害哦！这个讲会弹这首，哦，すごいすごい，这个讲真的是很熟悉。当地的一些，反正就是不管是方言还是怎样的，好厉害哦！不愧是当地的人鱼。冲绳料理啊，沖縄料理食べたくなってきた。あ、羨ましい。私食べたことはないね。那一度食べてみたいね。トミキュちゃん，准备前往会场了吗？你们已经要去会场了，也太快了。哦，对，该去了，下午该去了。哦，觉得精神想去会场，但是你肉体跟说想早爽。好，就是这几天活动基本上还蛮热闹的，而且太好了，迎来了很像还不错的天气。然后不管怎样，大家就是有从南部上来的，记得也是注意一下安全，好不好？あちかさんといちかがいるってことか。あ、ちかちゃんね、そう。ちかちゃん、このちかちゃんはね、沖縄の人形でございます。すごく綺麗な存在でございますね。おすすめです。チャンネル登録してお願いします。唐突宣传，吃到一整瓶吗？好啦，好期待哦，好期待，就是あ、友達になってください。お二人とも友達になってください。はい。友達になってください。他们开始交朋友了哈。好 ，OK， 哦，你们慢慢来。好，看说要寻找老公的老公聊天，还是说我们就是这个讲已经跟日本朋友开始尬聊了，没有问题。好，我们的聊天室一向充满了 international， 非常的多元。好，那你当讲水开，那嘛是当普拉布，嘛是当讲完璧，够啥？我都不知影。哦，好疯哦，下一首。啊，やっぱり。沖縄民謡曲なら絶対この曲歌いますね。絶対この曲歌いますね。この曲はね、歌なきゃならないね。冲绳民谣怎么可以没有这首歌？岛歌。为什么我打出来是脑歌？那是什么东西？脑歌。登録しましたか？いちかちゃんありがとう。まあぜひ皆さんもいちかちゃんのチャンネル登録してくださいね。ありがとう，いちかちゃん。谢谢你们，也欢迎不管是ちかちゃん还是いちかちゃん，我们的那个频道，好，请欢迎订阅，好不好？我差点讲欢迎登录，日文跟中文的切换真的要很快，不是欢迎登录，是欢迎订阅，好不好？欢迎登录一种。はい、次の曲は島唄でございますね。行きましょう。谢谢いちかちゃん，谢谢，ありがとう，谢谢。リコの花が風を呼び嵐が来た。リコが咲き乱れ風を呼び嵐が来た。繰り返す悲しみは島渡る波のよう。うちの森であな
しまうたよ風に乗り届けておくれ私の涙抵抗の花落ちにささなりが揺れるだけささやかな幸せはあなたの波の花うちの森で歌った友ようちのシダでやじよの別れしまうたよ風に乗り鳥と共に海を渡れしまうたよ風に乗り届けておくれ私の愛を海を宇宙よ神よ命よこのまま永遠にうなぎよしまうたよ風に乗り鳥と共に海を渡れしまうたよ風に乗り届けておくれ私の涙しまうたよ風に乗り鳥と共に海を渡れしまうたよ風に乗り届けておくれ私の愛をラ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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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ラ
はい、島お茶でした。お腹空いちゃった。どうするお腹空いたよ。どうすればいい？名曲だね。確かにこの名曲だよ。すごい曲。この曲はすごいね。うん、親子と食べてる羨ましいや、こっちも食べたい。一口ちょうだい。ちかちゃん一口ちょうだい。有饿吗？对啊，因为这些歌曲其实基本上真的是高强度哈，所以就是全身的力气，用吃奶的力气去唱，很容易肚子饿。你刚刚真的辣油贴哦，这不是我的锅哦，这又不是我的锅。ありがとう，马克先生，谢谢谢谢。我不要吃豆豆啊，我没有吃豆豆。苦瓜炒蛋吗？啊，今天要炒苦瓜，超好吃的。哎，我现在在分泌我的唾液了，我现在分泌我的唾液，可恶！然后现在，我其实中午有稍微吃一些代餐，让肚子饱足。因为唱歌之前其实也不能吃太饱啦，不然会一直像大哥。ちょっと待って。好，就打嗝了。後で小屋キャンプル買ってくるよ。あ、いいですよ、大丈夫ですよ。トミキューちゃん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トミキューちゃんお願いします。麻辣兔头很好吃，我没有要吃。歌曲就是瞬间被拉回现实吗？还好啦，我们这边一概跳痛的这个氛围，大家应该都还蛮习惯的了吼。来，
现在島唄の次は，我们看一下倒戈之后是什么东西。突然觉得30度的天气，很像不会热了吗？よいしょ。啊，わたつみの木啊，この曲やばい。天哪，这首歌超需要热量的。わたつみの木。あー、まさか次の曲はわたつみの木。思わなかった。海神之树，天哪，这首歌强度很高。我需要一点肉块，我要吃肉，我需要补足热量的肉。我不吃，没有，我只吃猪、鸡、牛、羊，好吗？可以煮肉吗？不行，彩系的肉也不行。好，来，わたつみの木，我准备一下呢，等我一下哈。わたつみの木，不要兔肉，我不吃兔，不吃就是不吃，3枪也不吃。哦，不要！你们都准备那种肉很奇怪的肉。わたつみの木，我记得我这边很像是有伴奏的。好，用这边的好了，用目前这边的好了，感觉比较习惯。好，我们就来咯。好，你们去慢慢的料理你们要的肉哈，料理那个肉哈。赤く錆びた月の夜に小さな船を浮かべましょう。薄い透明な風は二人を遠くに流しました。どこまでもまっすぐに進んで同じところぐるぐる回って星もさまよぐ二人が歌う歌波よ、もし聞こえるなら少し今声を潜めて。私の足が海の底を捉えて砂に触れた頃長い髪は枝と
なってやがて大きな花をつけましたここにいるよあなたが迷わぬようにここにいるよあなたが探さぬよ星に花は照らされて伸びゆく日は水の上波よもし聞こえるなら少し今声を潜めて優しく揺れた見守り映る赤い花の島波よもし聞こえるなら少し今声を潜めて还没啊，梦喜应该还没被炸出来吧？我的字米诺基德斯达，这首歌来自于袁千岁哦，它是一种魔王歌，对。不过我很推荐你们去看那个袁千岁的现场演唱版本，超神超鬼的，推荐给大家，真的很神。他那个转音，其实我是能够模仿，尽量模仿，而且有些东西其实我不能转得太过去，因为我自己可能担心自己驾驭不好。可是袁春穗很厉害，我不知道，就是这个就是他的东西，他有办法就是把这个味道真的是唱得很厉害。对，欢迎大家去补袁春穗他这首现场版本，真的很推。好，说人道，摩喜出来了。摩喜是我们本频道就是该怎么说？就是随时随地可以无性增生的小账号嘛，他们很可爱，他们就跟小小兵一样，不晓得为什么有很多个颜色，小小兵只有黄色，他们是战队，对，他们是有各种战队，他们很可爱。本频道吉祥，对，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总之我都抓不到他们谁是谁，我已经抓2年多了，我放弃了。我尽力了，頑張りましたね，我尽力了。頑張りましたから諦めた，我尽力了，所以放弃了来，总之呢，不管这个小小摩西是谁，对，谢谢你们，对，继续守护着你们本频道，对，用你们最多元，用你们最，我不要开车好了，对不起。那个最直率，对，最喜欢大家了，谢谢你们。我们家妹线是我们的骄傲哦，他们很暖，尤其是直率的个性，非常非常的。还在等公主亲喂你，你在公主基本上是晚上限定啦，对啊，晚上才有办法
把他哄出来嘛，对不对？你现在可以找其他老公的老公啊，是不是？我们这边这么多老公的老公，然后这位不知道是谁的摩西，然后对加入了会员，这到底？谢谢这位摩西，可是我不想你真身是谁，这样真的没关系吗？你要是哪一天加上去以世族总裁，我到底要怎么寄东西给你？你们哪一天就不要给我用摩西加萌新，或者给我加以世族，我还真的找不到谁，我真的找不到谁可以问说，我要寄去哪里？有这个人吗？他真的是人吗？公主超强，马上可以翻唱猪猪。对，我们公主昨天已经翻唱了猪猪原创曲了，真的是非常厉害，我非常佩服，好不好？对，不愧是我们家公主，好不好？对，我的前辈啊，我的大前辈，原创曲是吗？今天要来一个彩蛋原创曲吗？今天要来一个彩蛋原创曲吗？いかがでしょうみんな？总觉得今天的氛围好像还不错。喝个水，可是我们的民谣还没有全部唱完。你现在改模式是不是就不用吃了吗？不行，你还是得吃。即使你改模式加了3次4次，我还是知道怎么寄给你，好吗？彩彩，我还是知道你各位尊爵不凡的，不管是萌新还是总裁们的个资都在我身上，别想逃，好吗？好了，我们先把冲绳民谣的部分解决掉，然后我看一下我们冲绳民谣的扣打，剩下最后的2首嘛，对不对？来。现在这个时间，给我3分钟，我要去摘花，请容许我摘花一下，我走喽。摘花装水，马上回来，马上回来，谢谢你们大家群聚在此，我们休息3分钟，马上回来。
我的水在外面，等我一下。没有在冰箱，没有在冰箱。谢谢水灵宝贝，帮大家就是做注解。这个是猪猪的原创曲钢琴版本，卡甲足迹的钢琴版本哈。这个也是老师建议猪猪可以这样做，好，可以有各种不同面貌的这个配性啦，对。真的很感谢这次的制作人 Double 老师，还有这次合作的乐师们、词曲老师，以及帮忙这次录音协助的这个林潮哈，就是压扁大成功的林潮哈，超帅的、超帅、超性感的，也欢迎大家帮草草订阅起来。哎，等等，我怎么下去了？我下去了。OK， 对。我们这个卡架，我们这次的原创曲一共做了2种版本，一种是现在大家听到的这个钢琴版本，另外一种是纳卡西的版本。钢琴版很好听啊，这些东西在你各位总裁都有机会拿到我们原版的音档，那请静待猪猪一私讯您尊爵不凡的音档过去给你们，好不好？对，等我一下，我整理到那个云端上面，再让你们就是一下去下载，这样。对 ，OK， 我们先关掉喽。然后也谢谢大家喜欢钢琴的版本，反正不管是拿卡西版本还是钢琴版本，就是基本上这一阵子都会疯狂出现在猪猪的频道啦吼。想要听的就欢迎时不时过来跟猪猪打个招呼，然后顺便听一下。早安哦，早安是吗？这样冰水壶冰边摸起来很舒服，大家不没有啦，是在厕所前面的柜子啦，我又忘记了。伊拉塞。钢琴版也好听吗？谢谢吉嘎酱，谢谢。哎，一转眼我们已经3点半了。其实，哎，奇怪，我以为今天很快就结束，就还有2首歌，可能是中间就又跟大家聊天聊太多了吧。好，紧接着这首歌基本上它还蛮多故事的吼。我记得那个时候，这个学姐有特别来跟大家科普这首歌，很像是因为2战的时候。然后有一些故事啊，还蛮悲伤的。然后不晓得为什么它变成《踏娃娃之歌》了，它变成了《踏娃娃之歌》。好，来，我们这首歌很感伤哦，而且它的版本其实还蛮长的。我看一下有没有，等我一下，我看一下那个版本还在不在。好，你等我一下哦。萨多基，哦，这个好，这个好。哦，好好听哦。我找一下歌词哦。扎娃娃，扎娃娃，扎娃娃。可是它有 MIDI 耶。風が通
夏の日差しの中でざわわざわわざわわ白い里きび畑はざわわざわわざわわ風が通り抜けるだけ昔海の向こうから戦がやってきた夏の日差しの中でざわわざわわざわわ白い里きび畑はざわわざわわざわわ風が通り抜けるだけあの日鉄の雨に打たれ父は死んでいた夏の日差しの中でざわわざわわざわわ白い里きび畑はざわわざわわざわわ風が通り抜けるだけそして私の生まれた日に戦の終わりが来た夏の日差しの中でざわわざわわざわわ白い里きび畑はざわわざわわざわわ風が通り抜けるだけ終わってないけどでもこの曲は長すぎたからねまあ多分これで OK 这首歌足足有10分钟我想说大概唱个一半差不多我觉得这个卡拉 OK 版本很好这个版本跟我之前用的版本不一样这个版本很像之前我没看到过它很像哦果然是今年才出来的嘛我看到好想哭哦因为这个版本它各式各样二战的照片各式各样鉄の雨就是在打仗的时候哇好多二战的照片对啊鉄の雨が正義の証明貫けば栄養に近づいたその目を通して触れてみれば同じ形同じ太陽の悪魔じゃなくて好了不是这首歌OK 这首歌啊这个学姐你来了这个学姐我每次唱这首歌我就想到这个学姐去年的科普然后我们这个学姐今年又来了谢谢丁寧に歌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あこちらこそ聞い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とみきょちゃんざわわ私ね日本人じゃなくて日本人じゃないけれどもでもあの写真ね戦争の写真見たら悲しいねやっぱり悲しくなる鉄の雨没有错就是在打仗啊然后就是飞弹啊叭叭叭叭叭然后爸爸就去当天使了好多好多很难过的东西都在里面啊虽然说它的旋律很轻快可是真的很难过炸娃娃的中文是什么意思炸那个娃娃二战啊冲绳受创超严重的
对啊，很多很多的历史啦，像这些其实基本上我们岁院界好手作研究室，我们这个学姐非常的熟悉。对，歌词看了很伤心啊，学姐，对啊，谢谢学姐，又莅临本年度的冲绳民谣歌会。我觉得刚好有季卡奖跟学姐，下次我觉得2位可以揪来，就是可能一方面就是可能玩一下那个冲绳的那个 hogan， 然后一方面就是学姐这边就是科普我们就是那个冲绳的历史之类的。跟这里面吹过的，对，杂娃娃杂娃娃，这个是撞声词，没有错，是一首很哀伤的歌，但是我很推荐给大家，因为它虽然说10分钟啦，非常冗长，可是你在夏天，在很宁静的下午去听，其实一下子就过去了，对，就还蛮精神时光屋的一首歌。希望这首歌不要用谐音开玩笑。好的，没有问题，谢谢学姐，没有问题。好的，我们紧接着接下来又来到了我们转换心情的流金马布亚。流金马布亚这首歌很可爱耶，我不知道会不会翻车，而且里面有很多 hogan， 里面有很多那个冲绳当地的那个流金马布亚。流金马布亚，我看一下哦，卡拉 OK 应该还在吧？又睽违了1年，我们要来唱一下了。流金马布亚，有哎，我看一下哦。等一下，天哪，我还记得吗？来，我们大家转换一下心情哦。等一下哦。真的是很特摄片哎。来，心情转换一下，转一下。然后没有开玩笑，意思就是选错字，很抱歉。没事，对，因为他妈妈是我们这边的一位观众啦，对，然后就是其实大家也知道说这首歌的历史，对，然后也知道说其实是一首哀伤的歌，对，没事，这你记得吗？达宝老师，你记得流金马不一样呢？你记得吗？等一下，我想一下，我还记不记得？老师记得，但我不知道我记不记得。来，我看一下歌词哦。我需要歌词辅助一下，不然，很像，他有，我想一下，就是说，流金嘛不要正義のヒーロー嘛不要啊，好，我尽量把它记起来。这首歌超燃的哦，来吧。好，没事，我们大家转换一下心情哈，行くわよ。流金まぶや、正義のヒーローまぶや。ちょっと待って，低くない？好低哦。等一下，我这个版本好低哦，我去找一下那个升 key 的版本。好，有了，应该是这个没有错。流金まぶや、正義のヒーローまぶや。我当初升这么多 key 是不是 ？Oh my god！ 天哪！内中危ない敵超やばい。悪の街やってくる。北の力で平和を守るんだ。あちここのハードで勝利をつかめ。わあ、流金まぶや、正義のヒーローまぶや。
在可能是一度翻车。カチュマルが枯れてるデジ超やばい悪の街ムやってきた拳を突き上げ地球を救うんだ眩い鈴と必ず取り戻すのさ龍神まぶや命のヒーローまぶや風の切り裂きスーパー猫サダ盾よまぶやみんなのマイブイマイブイまぶい龍神まぶや我努力唤起我的回忆好不好？我去年还是前年这首歌学超，就是没什么时间学，你知道吗？リーダーの力で平和を守るんだ。あちこちのハートで勝利をつかめ。龍神まぶや正義のヒーローまぶや海を飛び越え街にやっつけろ火だぞ正義のマイブイマイブイまぶい龍神まぶや感谢大家，我们冲绳民谣歌会的最好紫西瓜，我们冲绳民谣歌会的最好紫西瓜，希望我明年稍微可以再增加一些歌单，对，就像刚刚吉卡讲有提供给我的1-2首歌单，然后还有不晓得能不能进阶成就是冲绳方言的，其中有几首歌啦，有冲绳方言版本的这样子，好。休息一下。哦，好开心，还算是圆满的结束了冲绳民谣歌会。我超怕翻车的，我今天其实超紧张的啊，一整个超级怕翻车。哦，不过还好，就是没有翻得太严重。对，海边听钢琴演奏超赞的，好不好？啊，怎么办？我今天想说，好紧张哦！我想说，冲绳民谣紧张完了，好听的要死。你说最后一首歌吗？流金马布雅嘎。机会跟真话同台演出哦，有啦，我觉得一定有机会啊！对，因为之前就是我去吉卡奖那边玩的时候，然后就是就是才了解说，他对冲绳民谣也有兴趣，这是我唯一一个遇到的 B 鹏鹏，就是敢挑战冲绳民谣。我说哦好找到同伴了。像紧张完，大家那么紧张晚上了吗？对，而且我在想说，我真的是要牛刀小试一下那个原创曲的部分。一气呵成的唱完，我不知道有没有。天哪，我觉得我可以试看看我要一气呵成的唱完，老师也在这边，完蛋了，老师要评审了。而且也谢谢汉鼎赞助猪肉肉费吗？去年刚进来听台也是啊，真的吗？也是我大字米诺 K 进来的吗？谢谢汉鼎，谢谢你的猪肉肉费，感谢。像紧张，可以啊，期待着吗？你们会想听原创曲吗？我觉得我很像，还是要多开来听听唱。你用那个赖的版本啊？好，老师都已经指明了，那个版本。好啦，等我一下。老师，你在我们那个频道上传的那个伴奏版本不是赖的版本哈？应该不是哈。最近买了
小圆梦的琉球怪谈漫画吗？很适合冲绳哥看吗？哦，真的吗？好好，老师，那你我怎样？那你等我一下哦。Oh my god！ 我回到 DC 这边好多工作讯息哦，你们等我一下哦。布拉布拉布拉。好，那我们就既然都已经首播了，那我们今天就来牛刀小试一下。可是那首歌一气呵成的唱完，我不知道会不会翻车哦。我先说，我不知道会不会翻车哦。我先说，我不知道会不会翻车哦。好，等我一下哦，我整理一下 live 版本。哦 ，TDD 伊拉塞，欢迎欢迎。好，谢谢大家的期待，谢谢大家的期待。你们越期待我越紧张。好啦，你们让我确认一下，这是不是 live 版本呢？应该是这类。等一下，我确认一下，我还没有唱，我还没有唱。哎、你们觉得海边的声音要关掉吗？在海边听原创曲应该是可以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还是想关掉？伊嘎嘎的秀米娜。还没唱就那个时候根本原唱。好，那你们就继续享受这个海边的氛围。大宝老师应该是这个没错吧？因为这个 live 版本的。哎呦哎呦哎呦，还有合音呢！啊！好，海边版也可以吗？没有问题。好，那我们今天就用这个断嗨毕业版本。而且我第一次我再来挑战一下我背歌词好了，背歌词看看。如果中间忘记词翻车的话，那就再一次吧。海边特仕版，行きましょう。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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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来底，雨伞放开，残掉的心。好，那就来咯。确实一定要一次要挑战这么多吗？我先看看我是不是已经背起来了，搞不好已经背起来了嘛。啊，如果说没有背起来，顶多就是再看歌词唱一次，好不好？对啊，我觉得歌就是要强唱，翻就翻吧。好，来喽来喽来喽！那我先把卡架放进那个我们左上角。好啦，在唱这首歌之前，再次感谢大宝老师给了我们这一首这么棒的歌。哦，啊，谢谢老师！我这样想起来是觉得，哇靠，就是啊，太感谢遇到老师以及这次的制作团队了，太感谢了，感谢感谢。我是一只感性猪，你不要理我。好了，谢谢老师，就是啊，创作了这么棒的东西。老师，我在赶上你，不是给我开车？我就说你是爱转高傲的暖男。我在赶上你这边给我开车。哦，真的是不愧是对这个该怎么说？这是你们钢铁暖男的浪漫吗？好了，我喝口水，那我们就上了。你们给我跟着开！你们这是爱是吗？好了，我先不要看聊天室，等下。好啦，我们来试看看吧，踹，来吧，来踹一下。我现在只看着我自己。
千年的孤寂，煞来予梦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是个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鼎内底，面线放开，缠着烟线，吸引着我的心，紧注意。巷仔内这，只有一片土地香味，真甘酸，敢有需要搁提起？抬头看去，这世间的沧桑，搁真实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常只在迷茫时，不管未来搁会改变啥物，只要反正我的气味还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想。我先不要看聊天室。千年的孤寂，煞来予梦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是个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鼎内底，面线放开，缠着烟线，吸引着我的心，赶紧注意。巷仔内这，只有一片土地香味，真甘酸，敢有需要搁再提起？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常是在我迷茫时。不管未来搁会改变啥物，只要反正我的气味还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想。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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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我问你们哦，我最后，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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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变成不是，我没有 repeat 啦，没有，不是，好，我问你们，我如果最后的啦啦啦变成嘟嘟嘟，会很笨吗？会很笨吗？我知道你们开始讲干话了，跟原唱一模一样。主播请不要用播的唱。我当初在跟老师讨论说，我们后面就是说，猪猪你可以啦啦啦吗？我就说哦好啊，但是我一开始是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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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老师就跟我讲说，你不要嘟，很笨，太笨了，你不要嘟可以吗？不要嘟。我说有这么笨吗？要谴责什么啦？为什么可以在街声听到的音吗？我郑重宣布，这我不好说，我不是放 CD， 好不好？为什么很笨可爱嘛？声音呢就会有这样用哼的感觉嘛？因为其实这首歌基本上就是很侠女啦，所以老师是觉得说还是啦啦啦好了，不然嘟嘟嘟好笨哦。我说真的吗？好哦。什么叫笨得很可爱？什么叫笨得很可爱？好啦，不瞒你们讲，我这首歌其实
歌词是真的差不多背起来了，可是一气呵成果来还是有一些东西我可能要再熟悉一下。妈呀，好紧张！我今天可以给自己打个87分嘛，我们可以有进步空间，好不好？跟到直播好幸运吗？谢谢，谢谢，这位是 Hikaru， いらっしゃい。不要嘎嘎嘎嘎嘎嘎，趁着老婆直播唱歌用同步试听播歌。你今天有背吗？没有背啦，大家同乐好不好？嘟嘟嘟也不错。那之后就有机会，就是反正多上几次，对，就各种版本可能都有，就跟直播的时候才能听到什么笨笨的版本。我追一下上面的聊天室哈，然后太还原了吧，跟原唱一模一样。是，谢谢，我就是原唱哈，都直播了，不要预录，打击假唱支持原唱。你们真的超好笑的。97嘛，3分是赖的部分嘛，没有啦。其实我刚在唱的时候，大概知道哪些部分那个对，可以稍微再上去一点，对。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明天我们有台湾文创主机，也就是说我们这次的原创曲的制作团队的访谈，然后我们过程再稍微跟大家对巨细靡遗的透露各式各样我们录制的这个秘辛的部分。我刚原本要跟大家聊说，就是我们对在想算了，明天我们留给明天。对，然后对，刚刚是真的是第一次在直播。原创曲直播唱，好难唱哦！这首歌真的不容易耶！我妈，这首歌真的是还蛮魔王的，什么嘎抓啦！好喜欢迪卡的唱腔吗？谢谢 Hikaru， 阿里嘎多，伟成，谢谢。店员给几分？100分。跟原唱一模一样。好啦，你们真的是很皮。超皮的，是不是？怕讲着就不小心透露太多，会哦，会不小心透露太多。但是呢，趁着今天来，我想再练习一次。但是我是先把那个海边的声音，刚刚唱的给舞台车嘛。老师，你怎么出现？等下，老师，你不要跟我讲说满分是10分哦！你不要跟我讲说满分是10分哦！满分是10分，我果然是有进步空间，是不是？能跟到原创的时候啊，谢谢你们！但是我打算再唱一次，打算再稍微抓一下那个要加长的部分。怕讲着，然后谢谢你们，T D D， 谢谢，比原唱跟上原唱，好。好了，我想要再挑战一次五车奖吗？老师就是这么暖，谢谢老师，谢谢，我有信心了。插电效果100分，你们是想被背吗？你们真的很坏。好啦，再送给大家没有海边版的，不是大海比版本的，来。我想再抓一下稍微要再加强的部分，因为这首歌我。现场演唱版本，我希望可以抓到一气呵成的完美的换气点嘛。安尼较好啦，安尼较袂落差啦，毕竟是一首真的这么好听的歌。来，我们再一次repeat。这次翻车就翻了翻车就好就翻了，好，大家拜拜，好，晚上见，就这样我们再一次吧。千年的孤寂，煞来予梦拍醒。特殊的香味，又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自我的初心。我是个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定来的面线放开，掺着烟线。吸引着我的心，紧注意，含落来这只有一片土地芳味，真甘肃，敢有需要搁提起？
夜头看见这世间的匆匆，搁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眠梦时。不管未来搁会改变啥物，只要凡做我会去你关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千年的古迹，煞来予梦拍醒。历史的香味，都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是个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城内底，年山放开，牵着烟线。牵着我的心，赶紧注意。红仔来这，一有一片土地芳味，真甘心，当有需要，搁再提起。看见这世间的匆匆，可真心也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顶梦时。不管未来搁会改变啥物，只要凡做我会去你关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好，我安详了。好，差不多知道要抓哪里了。好，我抓到了。剩下的我私底下再来加强。剩下的我私底下再把它完美化，就是那个跟这个，老娘抓到你了吼。那个跟这个，来，我们再好。等我一下哦。嘿，这穿大开啊！请问最后一次有6车奖吗？没有的话就算了，没有6车奖就算了。对，我在默默在精雕细琢，看我那个现场的某些地方怎么样可以再稍微的精雕细琢一下。谢谢你们大家今天来到我们1年1度的冲绳民谣歌会啊！我麦克不收，我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哎，6车有6车奖的吗？有吗？好了，不管几车奖，我很开心，就是我手织的原创曲，真的是完完全全啊具现化了猪猪想要的样子。这真的是 Double 老师团队的鬼斧神工，真的超级感谢。5车毕业楼满再出发，你们已经上老师的车了是吗？你们上车不讲一下？那个，哭西当什么哭西当当啦？哦，そうだよ、初披露でした，初披露でしたよ。谢谢你们大家。有点大声哦。好，然后也很感谢老师给我了很多这次的点子。对，不过再讲下去，可能就是不小心又会把明天的那个秘辛都讲出来了哈。来，明天我们下午1点，台湾文创主机的第8棒，邀请到我们卡架，也就是刚刚那一首歌的创作团队，有 Double 老师，有昨天来到本频道的5000老师，还真的是本人。
以及我们美男录音师被压扁大成功的林潮，还有曲部分的毛毛老师他基本上人不方便，但是他有预录一些影片给我们啦，然后以及我们的二胡乐师小二老师，这些阵容也欢迎大家一起期待。然后我知道因为明后天有活动，就是有些人已经跟我先请假，猪猪对不起，那边网络不方便，没有关系 ，OK 的，你们可以看回放，好不好？那明天不方便第一台也无所谓，就是记得看我们回放，记得就是这些东西真的是非常珍贵哈，在台湾做音乐真的也不方便啊，不是不方便，是不容易。我不知道方不方便，真可能要问 W 老师，但是不容易啦。对啊，各方面的文创啦，我真的觉得大家还愿意在这条路上继续坚持，然后不管是发光发热的，还是说已经老油条的，都觉得大家很愿意为了台湾文创尽一份心力，真的很谢谢大家在这条路上。因为因为你与我因为什么？老师，你到底在讲什么？好啦，明天大家就可以见识到老师该怎么讲他那个艺术家风格的讲话方式了，好不好？鬼斧神工吗？是啊，谢谢老师鬼斧神工，然后也谢谢我们的 Hikaru 桑，谢谢你变成我们的会员，感谢你不嫌弃。然后赖想的时候最敏感，亚真小心我给你的音乐档给你掺一些奇奇怪怪的音效，我跟你讲。对，划拨等于零网络我知道，那没关系，大家就方便就好，然后记得补档啦吼。明天要去哪里呀？やっぱり鉄の雨が最近の照明つなげば永遠に近づいた。好啦，谐音了。好期待明天访谈，请大家一定要来。如果方便第一台的话啦，如果要去花博的就放宽心安详的去玩吧，好不好？谢谢大家。然后台湾文创足迹的封面我还没有做出来，给我一点时间，因为紧接着今天猪猪晚上8点会在来冒险者公会驻唱活动。我看一下我们的表单，冒险者公会的。我去会长的Twitter 那边抓好了，会长前2天应该是昨天，不是前2天，昨天就有发我们这次的今天的名单啦，我把它抓下来好了，你等我一下，等我进来。猪猪是8点到8点45，然后接下来8点45之后呢，紧接着猪猪的下一棒就是很厉害的考纳，考纳是10点到10点45。不是10点，对不起，是9点到9点45。然后阿萨里亚是10点到10点45，欢迎大家都要做到最后，好不好？我们好多香香的婆，好不好？为各位献唱驻唱啦，应该不会迟到吗？马莎，你们会不会迟到？我不知道，但小心又被那个倒立入场猪猪时间为今日，谢谢风尘学长，风尘学长已经是当地的 VIP 了，对，也是冒险者公会的 VIP。固定祭酒在那边这样，好 ，OK， 谢谢你们。那今天8点到8点45分，我们在冒险者公会是独家的，独家驻唱，也就是说是不公开的直播。好，那如果说已经没有办法定位置的话，也没有关系，之后也希望还有机会过去驻唱啊。如果接下来还有驻唱的活动的时间，我会再通知大家，好不好？对，现在我不知道订不订得到，对，之前好像有说订不到了，但是就对，可能要打电话过去问会比较快。嗨，依旧でございます。至于晚上会有什么样的曲目，请大家敬请期待咯，好不好？马克先生还真的没位置了，是不是？哥真正没位啊，呵哦，哥真正没位啊，好啦，不要紧啊，后摆还有机会。腿上了可以。如果没有位置的话，就是会长会让其他人进去吗？还是说没有位置就不会开放了？如果会开放的话，你们可以坐那个老公的腿上嘛，好不好？对。我昨天问过了，是不是？好，谢谢。然后今天除了就是冒险者公会猪猪在8点有驻唱的这个场次之外呢，我们有就是内部的7倍切割猪猪立牌的活动，这个会交由我们这次有过去的面试们，再麻烦你们了吼，把那些东西切一切再寄给我，再麻烦你们了。看说屠夫要请阿印师还是风尘学长动刀都可以，好不好？再麻烦你们大家了，谢谢你们的参与，以及感谢各位照顾这个频道，好不好？感谢。以上でございます。一言不合就配对，对，可以，但是要站着是吗？
赖电话突然怎么出现精华？不准你们给我精华，气死我了！对，中原普渡的时节，我要被切了，好不好？没有关系，这个没有关系，我们祭拜各楼好兄弟，也是非常应景的，好不好 ？OK， 祝福平安顺遂啦，我倒觉得还蛮应景的，还不错。好，猪肉才切，然后应景祭拜兄弟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好，祝各位大富大贵，刚温刚霞多啦。好像来不及，什么东西来不及？啊？什么？已经精华了是不是？水灵宝贝，我们先谈一下。水灵宝贝，我们过来，我们先谈一下。什么时候已经精华了？好啦，我肚子饿了，现在时间是4:08。好的，我要吃饭，我肚子饿，我要吃肉啊！我要肉块，我要蛋白质。啊，吉卡酱，今天好幸福，谢谢各位面线的照顾。别这么说，吉卡酱，下次我们再过去玩好不好？我们跟吉卡酱说谢谢，也谢谢今天有过来的吉卡酱，还有吉卡酱，然后还有降落下来的我们的可爱的财客，然后还有塔塔，谢谢你们的降落。然后，我还有谁没有讲到的吗？跟我提醒一下，如果谁没讲到的话，这在shorts啊，抱歉来晚了，不会没有关系 ，OK 的。然后。我们可以有回放，好不好？因为差不多，もうそろそろ時間です。雅晨，你不要突然被盗账号，好不好？也谢谢。然后之后看有什么样的活动会再通知大家，好不好？对啊，这个讲他真的很专情。这个讲，我相信你不会像他们一样开了很多分页，滴很多老婆，对吧？没有关系的，即使是季卡讲滴很多老婆，也是可以被原谅的，没有问题的。对，谁叫季卡讲这么香，对不对？好啦，也欢迎大家订阅起来哈，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只冲绳人鱼哦。我们伊拉旗下一起升冲绳人鱼吉卡奖哦，大家支持起来。那个伞他哇，今天好啦，没有关系啦，我的这个赖，我的棚可以为各位带来无限欢乐的话，对我也算是功德一件了哈。好啦，谢谢你们，那我们。晚上冒险者公会见喽，拜拜，拜拜拜拜。啊，我的片尾嘞，我在这里。好啦，我们来找寻一下，接下来要降落哪一个香香老婆那边？你们等我一下，我设定一下。布噜布噜，谢谢你们哦。我看一下我们要降落到哪一位？哇！现在香香老婆在开台的好多好多，好，就决定好，我们去找 Lily 老师吧，去打扰他一下哈。好，谢谢你们。好 ，OK，以上でございます。お疲れ様、みんな。晚上见了，科科。我要去养精蓄锐了，我要去吃肉。大家拜拜，拜拜拜拜拜拜。不知道会不会降落失败哦？如果失败的话，就是 Lily 老师那边，好不好？大家拜拜，拜拜喽。